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明。今日要讨论的是台北市长郭文德伫今仔日组新的政党，或者是台湾民众党哦。伊嘛互这个党员选做是第一任的这个党主席。这个进程呢，郭文德对着要选总统也是无，伊讲将来无讲要选哦，爱等到这个9月才会当决定。唔但咱会当确定的是啥物呢？这个台湾民众党哦，是要行入去这个国会哦，对咱台湾的这个政党政治一定是有影响的哦。啊，这个郭文德的这个组党哦，是为着这个政党的这个头人哦，佮要找找伊新的这个政治舞台。啊，这个郭主席哦，咱即马爱叫伊郭主席哦，哎，这个指控这个哪个力哦，过去是斗来斗去，本色是无分哪力哦。啊，伊过去讲家己是白色力量，这个无党无派，现主席这个组党，伊讲伊是要展现咱台湾的这个价值。不过，有人质疑哦，这个感觉是想权力、想受久啊！啊，这个过去的这个陈方明教授，伊嘛有讲过哦，伊所认捌的这个郭文德，伊唔捌这个蒋渭水哦，啊，踏入去政团的时阵呢，煞直直用这个蒋渭水的这个名号走跳政治哦。这敢是讲这个用到这个蒋渭水的这个台湾民众党这个名号，要来取代伊这个部分呢？咱都要来好好来观察。啊，不过呢，随后这个蒋渭水的这个后代讲哦，莫搁食阮阿祖的这个豆腐啦。到底郭文德这个政党的这个起手式哦，对台湾政治有啥物影响？咱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咱就邀请到4位来宾要做回来对话哦。第一位是咱这个歌市府的这个顾问是周如修，大家好，大家好。第二，咱邀请到这个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志豪。各位观众，大家晚，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时代力量这个台北市议员黄玉芬。大家晚，大家好。第四，咱邀请到这个附带历史系这个教授陈君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4位来宾拢是咱今仔选出来，拢是要来好好讨论这件代志啦。因为对台湾来讲，真正是一个大代志。啊，咱讲咧，咱来讲哦，这个上医医局哦，今仔日这个真侪人送伊这个变啊啦吼，上医医局啊，要对着这个蒋渭水来做比拼。啊，毋过咱首先要请到这个歌市府的这个顾问哦，如修兄，是，你安怎看这回哦？伊这个起手册？对啦，其实大家对新的政党成立哈，嘛有真侪期待嘛，真侪指教嘛，包括党名，吼，包括这个后代吼家属对这个党名嘛有表达意见嘛，吼，当然不止家属，包括一般社会民众大众，咱的国民嘛是讲啊，这个名到底是好啊歹？对歌市长来讲，就是讲，当然老师也伫个啦，吼，就是讲，这是一个历史共同有一段，这个历史伫个嘛，吼，啊，咱就尊重历史，咱也尊重家属的发言啦。是。啊，就一个政党名，当然扭转来讲，就是讲，除了尊重历史，搁一点就是讲，爱尊重嘛，爱遵守现有内政部政党法的规定嘛。啊，咱今仔日嘛，照咱现有咱国内政党法的规定，咱送。中昼开煞了后，到下晡2点，就已经拢先送去内政部嘛吼。当然，这个中间内政部，这个伫这2天嘛拢真依照法律的规定嘛，真斗3天啦。吼，就是讲会当辅导就甲咱辅导嘛，啊嘛甲咱指导讲啊，过往有啥物款的方，可能倒位这个较无拄好，还是讲倒位这安尼会使吼。其实就照这个方式来行嘛。是。啊，当然就是讲政党成立是一天尔嘛。吼，啊，伊爱互比拼的就是。咱要安怎甲其他的政党比拼？啊，当然我定咧讲，应该是愈选愈好嘛。愈选愈好，袂使愈选愈倒退嘛。是。好，咱的老祖先甲咱讲啊，政治是安尼欢喜的代志嘛。啊，欢喜的代志就是要提出上好的嘛，包括人选，包括政策，啊，一步一步来。成立是一天尔啦，啊，但是公共事务是久久长长嘛。好，啊，若会当讲安尼，大家有一个好的开始啊，来比搁较好。好，不管歌市长有选总统无选总统，今日嘛讲嘛，吼，就是讲。无最后的决定，是，吼，到底是要选啊唔选？啊，但是这个政党成立了后，有共同的目标甲理想，啊，都有迄个社会责任，杀好的人选，啊，无人想要等你，有影，对无？你要一工尔，安尼嘛唔好啊，吼，所以讲其实是较谦虚，啊，较一步一步来，啊，当然嘛爱公开讲咧，对于若有做较不足的所在。好，咱来甲咱讲啊，这安尼唔好，这安尼不足，咱摕倒来改嘛。是。啊，就算是人甲咱讲的，敢若讲，咱嘛有咧做啊，咱就搁较拍拼做安尼好啊。好，我想安尼才是一个真慢慢来安尼好的发展啦。是啊，选伫这个8月初6，就是伊60岁这天哦，成立这个台湾民众党，佮用到这个蒋渭水较早这个名号，咱来看伊下晡时哦是安怎讲的。其实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
执政也不难，莫忘初衷而已。现在的台湾是个人的利益大于派系的利益，派系的利益大于政党的利益，政党的利益又大于国家的利益，而现有的小党又受限于意识形态，变成了主流政党的侧翼。过去20年，蓝绿两党轮流执政，两党长期以统独议题的对抗，以意识形态来治国，结果整个国家一直的内耗空转。这决定只有3个原则：民意、专业、价值。政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因为它没有专业；没有专业，是因为没有价值的支撑。台湾价值应该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法治、人权、关怀弱势、永续经营。这些普世价值在台湾的实现，就是我坚信的台湾价值。我们永远想着，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我们要让台湾政治文化的改变力量，可以在国会、在台湾各地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成立这个新政党的目标。超越蓝绿，不是要消灭蓝绿，而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社会共存共荣，都有机会实现各自的理想。今天我们成立的台湾民众党，以台湾为名，以民众为本。台湾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民众。我们相信众人的智慧会超越个人的智慧，所以要集合众人的力量来改造台湾。有人讲哦，这个郭文德是无这个中心思想啦，伊家己嘛安尼讲，但是伊尾啊就是讲这个本色无分哪力哦，这伊是进前讲过，这倒无用啦，因为这回若是讲伫政党成立，佮用本色无分哪力，其实会向骂啦。但是咱都要来看讲，伊是对哪个力的，伊是讲要有第2、第3个这个选择可能，但是伊这个起手势，这个志豪兄你安怎看？今仔日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创党吼，我想到讲，咱国内这主要的政党，因咧创党的时阵，迄个历史的迄个背景是啥？国民党咧创党，当然迄当阵无算咱国内啦吼，但是国民党咧创党的时阵，是为着中国的革命啦。刷来。这个1986年，民进党的创党是为着，算是讲要弄这个威权的体制嘛。是。好，即马这个民众党吼，今仔日创党我就咧想讲，因到底是虾米原因吼成立这个政党？台湾是拄到虾米款的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吼？有需要佮成立一个新的政党，来好好面对。但是我想来想去就想无啦。差不多我会当想到就是国民党市长想要选总统。无就是讲国民党市长报记到即马伊的这个差不多20几趴的这个支持，这个唔知影4年后、2年后会安怎？既然安尼，不如就参像伫个教场内底共款吼，会当这个现赚紧赚，换现金。是。即摆赶紧换做这个国内那个国会内面的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头人的所以讲有可能是安尼啦，我会当想到的是安尼。当然都是因为安尼，所以今仔日伊的这个成立的大会，郭市长的伊的这个规个这个演讲吼，我就真详细咧听。是。我咧想要为伊讲话内底去找看讲因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到底因的这个价值是啥？因为伊家己嘛讲嘛，伊家己讲爱这个民意、专业甲价值是。伊既然认为这3项真重要，但是咱若是要做一个政治的人物，民意、专业甲价值这3项是有一个先后的，是，毋是讲这无可能三项拢是33%，就准讲是33%，你原来是无法度有一个整数，原来是爱有一个先有个后，所以讲你到底是要带这个国家要去倒位，要去行啥物方向？伊所有讲的遮听起来拢敢若拢真空啦。有影。所有的每一句听起来拢是分开听，拢有伊的道理伫的。我袂讲这个找找良心转来，还是讲这个莫忘初衷，还是讲台湾经国的利益，这话拢是对的啊，无毋对啊。所有的咱将重视政治的人，拢是爱保有这个心内这个价值是安尼想的嘛。所以讲你安尼讲，甲别人拢共款。
唯一的无共，就是你是瓜分的，别人唔是，安尼尔嘛。搭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讲，伊唔是为着台湾整体的利益伫咧拍拼。再一个政治人物来讲，伊唔是为着人民上大的福祉。为台湾人民好，大家拢咧讲啦。这大家拢是安尼讲嘛。啊，伊个伊的这个演讲内底，佮讲着几个国家，伊讲着日本是，的这个例，啊，佮以色列的例，上头先讲以色列啦，是，过来佮讲日本，啊，过来讲美国，啊，出来佮讲中国，吼。啊，伊佫讲即个咱的即个国家内底，就是个人跳过派系跳过政党，啊政党佫跳过国家，啊所以讲因的即个规个这意识形态吼，造成即个国家的动乱不安。但是，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日本，还是美国，还是中国，这个国家整体的国家目标拢真清楚。以色列来讲，以色列是受到阿拉伯的国家，规个阿拉伯的世界甲伊包围起来，所以这个国家对外爱甲所有的甲伊的厝边隔壁，袂无法度做好朋友，都是敌人，都是敌人的关系。是，伫这个敌人的关系，世界拢是敌人的关系之下，以后佫会当好好来创造伊规个国家整个的方向，甲整个的这个发展。啊，但是咱若是倒转来看，咱挂市长的时阵。头一点，花市长都甲你考试啊嘛。头一点，花市长就讲啊，伊就讲即个所有的咱即个即马咱民进党政府所做的，甲阮的咱的即个敌对的即个国家，还是讲对咱无友善的国家，任何的即个维护主权的行为，拢叫做挑衅。是。啊，这伊头一点就甲以色列就完全无共款。日本安那面对即个问题？真简单，日本是完全受到美国迄个美日安保的一个体制的保护。伫咧这个保护之下，日本会当好好发展伊的经济，伊的规个这个都市的计划设计。好啊，若是咱的国家是要较我美国的，伫咧这个安保的这个体系以内，咱有在对外有一个保障。的状况下，咱来好好发展咱的国家，敢有安尼？嘛无，这嘛是国市长，嘛是对这个嘛真有真大批评嘛。是，吼，认为讲咱台湾是想过哇美国啦，安怎拄安怎。啊，所以讲，在我来看，我实在是我想要找找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对这个国家的方向。啊，但是我看无，我看到的差不多就是所有的政治工作者的上基本的差不多 ABC。吼，啊，伊就将这个 A、B、C 搁讲一遍，吼，安尼。啊，所以讲，在我来看，可能搁爱时间啦，因为昨的新闻还搁讲吼，因明仔载要成立党啊，啊，党刚要出来啊，吼，我就是讲，咱一般来讲，规个社会的一个大的问题，还是讲规个社会一个力量，拄着这个问题有一个方向的时阵，是这个方向牵引着咱的这个民众做这个组织。做一个政党出来，啊，毋是，因是先有一个政党了后，才去找方向。东中东宫。嘿啊，所以讲这是，甲为咱一般的角度来看是不利基卡。是，吼，安尼啦，这是我的看法。这是这个志豪兄这看法，啊，毋过就是讲啦，今日这个郭文定这个演讲内底嘛，自这个2014年这个要做市长迄当阵的这个竞选的这个部分开始讲，啊，回过头来看，咱要问讲，台北市有较好无？其实是安尼啦吼，先议员头拄仔指教着的吼，但不过我无讲完全同意啦吼。头一个吼，这主动是依照进步的国家，主动是人民的权利嘛。有影啦，这是。啊，所以主动基本上无应该完全一直去对这种思想的心早去。当然，这个新的政党是爱甲国民报告我要做啥嘛，这头一。第二，议员可能对政党法无啥物全部的了解吼。即种啊规定是，你去看时代力量的迄个章程，议员伫遮嘛。其实咱当初嘛是安尼嘛，吼，就是讲伊有一步一步来啦，毋是讲啊，即个政党今仔无摕党工，就是伊就是空壳的啊，毋是啦，吼，其实嘛，毋是讲完全是安尼嘛，吼。当然，这个议员有批评指教，这种好代志啦。对民众党来讲，就是我都讲过嘛，那确实有影讲，倒伊爱改，咱就甲摕来改嘛，吼。啊，过来议员咧讲，即个瓜市长也好，瓜主席也好，对美国、对即个日本、对中国，吼，恐惊这已经讲过几多遍啦，吼。
咱较挖，较简单讲，咱较挖美国，较挖日本嘛。咱的民主的价值其实是甲美国、甲日本是应该爱共一国的嘛，吼。但是对中国的态度，吼，可能大家对中国的态度，啊，这个远甲近，吼，有无共款的想法，这是头一个。过来，主持人头我讲，2014年的时阵，这个瓜医师嘛，吼，瓜医师咧拼这个市长的同时，吼，伊有咧讲啊，咱要改变台湾，爱对首都开始嘛。啊，要改变台北，可能爱对文化开始。是。所以这几冬来，又来因为阮的议员嘛伫遮，吼，就是讲真简单讲，以人民上大的福利为优先嘛。所以我定咧讲，我讲台北市嘛无甲倒一支电火条会去负迄个12起的国民党的车链啦，对吧？台北市嘛无倒一条路面顶有迄个台湾第12路口的嘛无嘛。当然这是一个较笑话的讲法。我要讲的意思是讲，其实对市长、对大多数的民众来讲，吼，国家甲这个城市，吼，你要安怎个换好你的能力，其实是后一个阶段，吼，后一个阶段，咱要看规个整个国家的发展一个真重要的，咱要安怎看看，咱决定的点是倒位嘛？是。简单讲，真侪人咧讲啊，这个瓜市长，吼，伊的这个国家的认同。譬如讲，甲政党，吼，譬如讲，甲时代力量，还是讲甲国民党、甲民进党无啥相共，但是我拢感觉讲，除非是迄种真两边的政党，啊若无，其实大家对国家应该拢认同啦。吼，不管你是中华民国的认同，还是对台湾的认同，应该拢是爱这个土地嘛。是。啊，伫爱这个土地前提之下，咱个话讲个清楚，啊，争取民众的认同，这头一点。第二点过来就是能力的问题啊。吼，这个民众党甲民进党拢咧讲清廉嘛。拢咧讲爱拍拼爱骨力嘛，吼，爱对真侪物件爱有家己的想法，爱一步一步来，这都是一个比拼的过程内底，要争取更较好的嘛。是，吼，人国民党甲时代力量嘛，啊，所以讲讲这啊，无是我讲好的啊，我嘛是清凉，讲时代力量嘛讲好的嘛，毋是讲歹的嘛，吼，所以应该是安尼，就是讲大家摕上好出来比这头一点啦，吼，第二点就是讲，这4档的第5档啊嘛，吼，这伊个4档外要第5档，吼，咱。真侪所在是安尼，就是讲，大家咧讲啊，你爱迄个施政吼，实情爱有较光安尼，有一个点安尼啊，吼，若要会足光，迄个烟火上光啊。是啦，但是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旧年这个郭文德，伊就是讲哦，我就是袂做这个台湾民众党，啊，毋过今年就是随着8月初6这天，伊生日这天60岁这天，是要成立这个党，是，嘛去互选喙皮，咱请议员好无？议员你安怎看伊这回了，就是旧年。都这个逼资料逼出来，就是讲啊，这个郭文德就是要主动啊，但是现主现看起来，迄当阵伊佫讲无，这个王世坚议员，伊嘛讲，这是骗子又在线安尼，你安怎看伊的这个表现？我想讲吼，其实，这个郭市长吼，其实有就侪物件，应该要好好啊讲清楚的，都是伊进前都有讲过。他这个清廉清正都是因为无党无派，无党无派。那像是过去呢，我想其实，咱们有几件代志吼，都是我觉得对郭市长影响最大的，都是伊有讲嘛，蔡英文总统边仔的人拢有贪污。我想讲这件代志吼，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就侪少年人听到伊安尼讲，会有一点仔失望，为虾米嘞？因为进前吼，郭市长拢咧讲，对的代志都去做，唔对的代志都卖做，对的代志都拍拼认真做。我知影这大家拢会同意啦。毋过咧，伊进前嘛有讲，若是做了唔对吼，是讲唔对，就好好回事咧。大家拢会，伊昨讲，这个蔡英文总统边仔拢是在贪污，又讲这有誓言啦。对，伊誓言，毋过无回事咧啦，对啊，讲过头。我相信吼，这余修哥在这边嘛，其实我相信，对啊，誓言，伊就好好回事咧，好啊。所以吼，我想讲，伊今仔日要组这个民众党的成立大会，咱就出现这款代志吼，我相信吼，就这少年人。其实吼有影响到，毋过佫有别项物件吼，都是这个民众党啦，即马这个民众党吼，
就侪人咧看，因为进前伫伊的记者会的时阵，迄时阵记者会。啊，搁伫咧台北市政府内底开，这真正毋对啦。用到这个市府的资源。对，啊，今仔日吼，伊毋是咧市政府内底开，我感觉安尼吼，他有去改善，嘛是袂歹。啊，毋过吼，伫迄个记者会吼，咱会当看到伊边仔坐的是迄个钟小平议员，啊，另外一边是徐立信议员。我想吼，其实我身躯边就侪少年人嘛，拢咧讨论，想讲，啊，毋过。迄个瓜市长，伊拢讲伊是新的政敌，啊，毋过边仔的人拢是旧的人，旧的面，讲是旧的面。对，我想讲吼，这其实吼是瓜市长甲未来吼，这个民众党其实要去面对的这个困境啦。是，大家拢咧看，其实吼，伫自这个2014年到今嘛吼，瓜市长一直咧讲的新境地吼，啊，大家吼，其实少年人对柯市长有这么多的期待嘛，是因为瓜市长过去吼，定有新的物件，互大家看到。是。啊，不过好像自从他从连任以来，从这个第2任以来吼，大家对伊吼有一点仔想讲，为虾米一直咧讲同款的物件？啊，还有过去瓜市长定咧讲。这个台湾的政治唔好，都是因为这个蓝绿恶斗嘛。啊，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恶斗不只是蓝绿会恶斗，不是迄蓝呀绿的恶斗俩，蓝呀绿的恶斗俩。是，其实只要不同政党之间对于政策有唔同的想法。常常会陷入一些争辩讨论，那这些事情你不能马上归类于恶斗。我相信未来其实瓜市长嘛也面对这件事情啦。那再来呢？瓜市长他虽然今嘛加成立这个民众党哈，不过进前伊嘛是做台北市长，嘛是现在第2任了。作为台北市议员，我们时代力量今天哈，其实有提出这个过去哈，这个瓜市长。讲过伊要做的代志，啊，不过咱来看卖，做了有好，还是无好？是，这咱等下再来讲啦，因为这个4个部分是这个时代力量真重要，这个对这个高文定市长的这个职位啦吼，因为这阵就市长要做瓜主席，咱来看这个组党的这个部分，其实咯，咱来看其实组党的这个声音真侪，是安怎讲咧？咱来看到讲，这个伊组党的这个部分哦，外界对伊的这个反应哦，比如讲这个蒋渭水。外孙钟法兰，伊讲啥？卖搁食阮阿祖的豆腐啊！哇，这句话真重呢。伊就讲，过来看到这个历史学者，这个吴瑞仁，伊讲郭文德凭什么用着蒋渭水这个精神？其实咱拄则安尼，这个少年说安尼讲来，其实对着这个政党应该爱有本身伊的这个主体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这个志豪兄嘛有讲到，这个玉芬嘛有讲到，其实伊的这个核心的物件是什么？啊，这个瓜子议员伊嘛有讲。一个党吼，这个组成的人有啥物？这嘛是拄则这个议员所讲的，人是啥物？你边仔起来是钟小平，你边仔起来是徐立信，这都是旧的面腔。你要新的政党，要有新的这个气象，但是你所表现的是安尼这个人才库，要互人民安怎有这个信任的部分。啊，这个陈宏明教授头段嘛讲的，伊根本无实施这个郭文德，较早6年前伊都无实施这个。蒋渭水哪用着这个名号来讲着这个蒋渭水，咱就要请教君凯教授啊。郭文德用着这个蒋渭水这个名号，受到这个外孙也好，受到外界批评也好，其实对郭文德来讲，伊即马现主现60岁之间成立这个政党，对伊来讲会有影响无？虽然头拄讲有这个政党政治的这个部分，这个内政部嘛有这个法，啊，蔡英文总统嘛讲，你会使依法来做执行，但是对着用这个。人讲伫咧文化研究内底，伊就是爱看这个挪用啦。你安怎看？做一个历史学家，尤其我搁专门研究日本时代的医生吼。是。我看到这个，伊要用继承蒋渭水的精神，继承台湾民众党的精神，伊要用台湾民众党作为的党名，这个代志，我非常的解救啦吼。解救。因为我必须来讲哟，柯文哲市长伊咧讲啥？伊讲。专业最重要。我真歹势，我甲伊讲，你安怎开刀，你安怎开药，我无咧甲你管。但是你也讲到历史，你也甲阮问。历史嘛是一种专业。是。但是台湾人其实伫日本时代哈，
甲即阵吼，啊，佫对读历史的是足看袂起的啦。啊，事实上历史是专业啦。啊，你真正要去即个继承蒋渭水的精神，我就要请问蒋渭水以外，迄阵台湾民众党有偌济医生？台湾民众党其实一开始毋是叫台湾民众党啦，吼，伊去用禁止以后，啊马上才改名。啊，即个吼，你看，迄阵的台湾民报是，会写讲，迄阵台湾唯一的政党，台湾民党，本来叫民党，是，民党敢蒋渭水号的咧，毋是吼，其实毋是，民党是啥人号的吼？来，我互大家看，人迄即段拢是开会的过程，是，所以人要安怎提出个党纲、党章、政治政策，拢伫讨论呢。啊，标杆呢，这啥人提出的？这个是王忠林。王忠林提出讲，这个党名叫做台湾民党，结果蒋渭水赞成啦，蒋渭水赞成，啊，后尾大家表决，结果决定用台湾民党。王忠林是啥人？林茂生的姑啊。是。伊就是介绍王彩环，伊的妹妹介绍互即个林茂生。林茂生伫28过身年，我头仔就讲，台湾民众党有偌，你要继承讲上义医国，上义医国毋是一个人，毋是蒋渭水一个人，足侪人。遮个党员内底你也去看，伊遮个名几啊个，即位你也看起来，足侪人拢是医生哦。即位足侪林立明嘛好，是啥物即个邱德金嘛好，黄朝清也好，遮拢医生。所以感到迄阵为台湾拍拼的医生，敢若蒋渭水一个，所以我感觉这就是我相信柯文哲毋知啦，我相信伊毋知影即个代志啦。所以伊其实是等于甲一个过去大家台湾的历史上一个足重要的政党。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人物，蒋渭水也是真重要的人物，无毋对。但是迄个时代，足侪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参与台湾民众党的党员，其实有足侪人，甚至你也讲要继承伊的精神来讲，我实际上讲，蒋渭水的同志，文化协会迄阵做评议员，甲民众党做大家支部的党员，有一个人，因囝后尾选中华民国总统，彭明敏。对，裴明敏的爸爸叫裴清可，裴清可因爸是蒋渭水的同志，文化协会的评议员，是台湾民众党的大家支部的党员，所以你真正要利用这个名义，来当做你今卖党，我感觉你另外设一个用另外一个党名较好啦，用这个名义是足奇怪的，甚至伊讲，所以我讲你专业，你本身就无尊重专业，你无尊重历史的专业，你真正要利用这个，你就真正把蒋渭水的精神甲瞄准，讲蒋渭水的精神到底是啥物？台湾民众党的精神到底是啥物？好，那安尼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我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民众党对1927年成立以后，甲1931年的时阵，伊的政治政策内底有一点，从来毋捌改变，因为一直到1931年。伊组庆以后，伊足侪，伊提出足侪新的即个政治政策也好，经济政策也好，社会政策也好。我请问，迄条拢总无变的迄条，有一条啦是真过分吼。请你要回答讲，柯文哲要支持这点无？这是一项。另外，迄个时代因要互台湾文化改变，文化改变是安怎改变？其实迄个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是。所以1931年，台湾民众党的社会政策有一条，你要实施无？我直接讲较白，迄条叫做啥？禁止歌仔戏。哇！所以对着这个传统文化，迄当阵是伊迄阵的观念，就是你爱遮拢是迷信，甚至迄阵文化协会反对啥物上山咧做石，伊讲这是总统府的愚民政策。是。所以迄个时代，所以蒋渭水伊安怎做的文化改革，这个文化改革。柯文特别继承，所以这个部分你也无继承，你要安怎讲？伊这是蒋渭水的精神。所以这个 icon 袂使直接挪用的吼。因为迄个时代就是革命，是，因迄阵对科学的观念是安尼。对。所以你这就是用台湾的宗教，伊感觉真无好，所以蒋渭水因妈妈过身的时阵，伊无咧请西公，
吼，无你烧金纸，拢无你做遮。是，吼，伊就是用一般的安尼纪念以后，就摕去迄个出山安尼吼，所以这无毋是讲你要凊彩一个继承一个精神，都有遐简单的啦。嘿。所以咱来看咱的经历哦，蒋渭水台湾民众党甲郭文德台湾民众党这两个有什么小差别？咱所看的这个部分哦，伊这个蒋渭水36岁时阵创党嘛吼，伊当阵伊嘛是医生，成立的时间是1927年哦，大家上印象上深的就是同胞爱团结啦吼，团结真有力。头拄这个老师嘛有讲到，第2点要求司法制度改善甲实施陪审制度，这点就是这个君凯教授一直咧讲的，就是你要沿用无，你要继续弄落去无？郭文德伊的这个部分，这个关于着这个台湾主体这个发言哦，是较这个我两岸一家亲安尼这个部分，咱等下嘛爱讨论这个部分，因为两岸这个议题哦，徛点伫这个关键的这个2019年，明年就是2020年这个大选啊，这个两岸这个议题，伊袂使阁讲袂清楚啊。咱阁来继续看讲，这回对着这个郭文德主党。蔡英文总统也好，郭台铭也好，韩国瑜伊是安怎讲的？咱所经历的就是蔡英文，伊头早嘛讲啊，伊就讲政府的依法来核准着这个组党，希望伊今仔日真正真顺势啦。真正嘛是，组党的过程12点开始，甲差不多1点钟，这个媒体联访结束，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其实搁尾也送去这个内政部。其实咱安尼看，拢是依法的部分。郭台铭伊是讲啥？郭台铭伊是讲哦。台湾安定繁荣是共识啦吼，铭记找回良心的这个初衷。台铭郭台铭就是台湾甲这个铭记，伊用这个台铭这个方式啊，来这个祝这个郭文德主动有成功安尼。韩国瑜是讲伊的这个政治力量是真大，伊伫遮是尊重甲祝福但是嘛是要甲人民讲吼，爱追求理想在这个方向。其实咱看到今仔日这回，咱头头讲的郭台铭这个花篮有送到位啦，就是表达伊的。这个祝福的这个意思，王金平伊这个花篮嘛，咱来看种这个现场哦，佮有啥物人来到遮祝福，佮有啥物人来参加这个创党的大会。考题，加油，最好的选择。中到12点12分，台北市长郭文德伫现场的考核声中，行入去台湾民众党创党大会会场。郭文德伫111位创党党员推派担任党主席。今天我们主党就是扛起了改变政治文化的责任。有人批评说柯文哲没有中心思想，其实对我来讲，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台湾的整体利益跟人民的最大福祉。我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让人民过好一点的生活。郭文德伫致辞的时阵批评，长期以来，哪里两党是以统独议题对抗，以意识形态来治国，结果造成国家空转。以创党的目的，就是希望除了哪里，会使让人民有另外的选择。郭文德爸母嘛拢来到现场表达支持，有真侪少年人是来申请入党，大多数的创党党员拢是以旧年选举的团队成员，阁有前台南市长苏焕智、民国党的党主席徐熙燕等人。不过伫会场外面，有郭文德支持者佮反对者来表达立场。一共的两岸一家亲哈，去遥相呼应习近平的所谓共筑中国梦啦。可以认同柯市长理念的人，自然就会归队，因为可以有投票的，我想大家都可以有判断力。郭台铭佮王金平嘛拢送花来祝福。因两个人伫花篮顶头写的祝福的字句，嘛互外界对三人感谢联名参与明年的总统大选，增加真侪发挥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咱听到民众讲，这个两岸一家亲哦，甲这个习近平所讲的这个共筑中国梦啦吼。其实安尼，咱是烦恼着讲，这个台湾民众党伊这个核心的这个部分是啥物？伊也这个两岸的部分也未讲好清楚。咱先请这个如秀兄。迄个头拄啊，迄个黄议员有讲到讲，即个旧年组党的时阵啊，迄阵咱唔讲，即阵咧讲。吼，这是安尼啦，吼，就是讲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迄个时间的当下问这都有影无啊？我举一个例吼，对赖清德赖院长足无公平啊！初选的时阵，大家甲骂讲，你就是讲你要支持蔡总统，伊安尼会背甲袂背，讲我迄个时阵，政治上是安尼，互相指教来指过去吼。拢真歹讲会清楚，但是伊一定有一个时间是，迄个时阵你甲问到安尼，我举一个例，人甲我问讲，你有按什么买厝无？无咧，那底下无钱是安买厝。
但是呢，到下半年啊，厝内因为是大人年纪大，可能爱买一个有电梯的，啊，这就简单啊。你好小当初都无爱买厝，那即阵咧买厝。吼，我记这生活的例啦，因为政治上有真济，过来退一步讲，伊也毋是讲今仔日甲你讲我无爱做党啊，明仔载党卜一个怎走出来，毋是嘛？迄个时阵是，当然咱的议员也真厉害啊，咱要判断哦，可能安尼，会啦。这个议员咧讲，咱也拢尊重啊，但是伊实在是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嘛。好，这点。第二个，陈老师讲到讲历史是一种专业，吼，这我完全认同。我搁咧，你逐个咧讲，我想是讲，我毋知有迄个机会。过来上你的课来听一下，吼，这种好代志啦，吼。有咧讲到讲，这个古早这个蒋渭水的民众党内底有针对歌戏啦，吼，针对特殊的物件吼。这我也公开回应，就讲当然时代环境咧行，咱有这个歌市场的政党有较不足的所在，吼，就敢若讲老师讲的概要嘛，吼，咱就拍拼做，看有迄个机会做互老师卖概要无，吼，若有文化上爱去合适的所在，我相信伊啊。歌市场人是啊，你甲讲伊可能面无表情，但是该学的嘛是爱学啦，该进步该改进的，咱都来改进嘛。好，这我就甲老师说多谢，讲有这个好的机会，安尼大家坐来讨论拢嘛好代志，不管是透过节目，还是透过导师，我感觉这拢是好的开始。袂讲人甲咱讲咱唔好，咱等下气伫心内安尼气甲面碰晒晒，袂，因为咱拢咧替国家做代志。好国人才拢是国家的人才嘛。好，倒一天国民党好。咱敢袂歹，民进党更较进步，蔡总统做了更较好，咱敢袂歹。迄咱嘛，莫讲第一嘛，因为伊是新路，咱是头家嘛，伊是咱选出来嘛，伊若好，咱嘛好啊，吼。所以我是感觉安尼，就讲绝对无迄个啊，只有这撮人好，比迄撮人就无好，袂啦，嘛无啊，嘛袂使定定安尼吼，真安尼真无好的事，我感觉我拢袂安尼想，好拢好代志啊。是。因为安尼咱来看啦，就是讲郭文德这回组党哦，这个到底要选总统还是无？其实伊讲伊从来唔捌讲过，拢是这个鲨鱼问的，拢是这个记者问的，逐工咧问这个问题，看这个民调，这个数字，伊嘛讲民调如流水啦吼。咱来看讲这个上新的民调到底是安怎看吼？咱来看第一张啦吼，第一张是这个郭文德这个郭台铭哦，咱头先嘛看到郭台铭这上这个回拿来看，咱看伊这个柯郭配哦，郭文德。伊做头人，伊做总统的这个候选人，伊是31.3哦，赢着韩国瑜个蔡英文哦，蔡英文敢若24.6%。若是郭科配这是30.9哦，蔡英文是26.8，这个韩国瑜是26.1哦，这是碰过一步所做的。咱过来看第二张，2020年总统选前这个苹果的这个民调。伊这是《镜周刊》这个民调这部分，这是7月28到7月29，但是这较旧啊。但是这要安怎看咧？就是要看政党、组党进前，甲这个组党了后所有的这个宣布，这个时间点来看。这个韩国瑜、甲这个蔡英文、甲郭文德是上输的哦。这个部分，咱来看到这个韩国瑜、甲蔡英文、甲郭台铭来相比，韩国瑜是34.3，伊拢是赢的。但是郭文德伫这个创党进前，伊的声势是较低。这个志豪兄，你安怎看？我认为即马来讲民调拢伤早啦吼，因为即马是今仔日是因的大日子啦吼，当然时间祝福啦吼。所以讲大日子当然有一个大日子行情，这都是当然是的啦。所以讲，我认为这几工的这个民调吼，参考就好啦吼。但是吼，我想要回应他拄仔咱的这个周国文的所讲的吼，伊感觉可能小可误解我的意思啦吼。伊讲吼，这个因今仔成立这个政党吼，有根据这个政党法啊吼，无人讲过讲恁的这个政党成立有合法的无合法，毋是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吼，咱即马是讲科学，吼，因为吼。咱即马这个时代爱讲 science， science 啊，科学吼，注重的叫做因果的关系。是，因果的关系是啥？就是你要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譬如讲，为什么会落雨？譬如讲牛奶为什么会是白的？所以讲，咱科学家才问这个问题。才去找出这个原因，所以讲今仔日这个政治现象嘛，同款意思，那今仔日有人要成立一个政党，一定是这个时代，还是这个环境，还是这个国家，还是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挑战，有一个新的课题，咱必须要有一定新的人，
吼，来做一个新的解说，对这个代志有一个新的解决的方法，吼，还有一个新的价值、个新的想法，吼，应该是安尼。所以讲，这毋是无对啊毋对的问题，这只是讲对着这个现象，对着今仔日发生的这个代志，所有人想要问的，至少我，吼，甲真侪人想要问的，就是讲，所以讲，这个政党是安怎爱成立？伊的原因伫倒？所以讲，咱就要一直在转来咱的这个歌市长的这个伊的这个演讲内底去找找嘛。啊，包括着伊嘛有讲起啊，我他拄啊，因为他拄啊，这个陈老师吼，有教授讲起这个历史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代志，我就想着，歌市长伫个演讲内底嘛有讲着，伊嘛有讲，伊讲这个国家吼，就是互这个无历史感。啊，个对，伊讲这个任期制，吼，这个固定的这任期制，加这个无历史感的这个政治人物，吼，啊，造成这个国家种种的这个问题，吼，就真趣味，就是讲，咱陈老师他拄仔就讲到一寡吼，小可touch到一寡历史的这个课题的时阵，啊，真倒咱就看到讲，可能歌市长本人就是迄个无历史感。啊，即马嘛受到这任期制的这个体制所出来的一个政治人物啦。是啊，所以讲啊，当然我唔知影说啥那歌市长哦，真爱自我的批评。啊，当然自我的批评当然是好啦。吼啊，因为伊拢爱讲别人无反省，啊，看起来伊是真有反省的能力。吼，就家己讲家己无历史感，啊，何必乱用人的？台湾民众党的这个名，这无合法性的问题，当然嘛无。都参像我若今仔日要成立一个乐团，吼，我叫家己叫做披头士，还是讲我家己叫我乐团叫做六月天，会使袂使？当然嘛会使啊，合法啊，哪无合法？啊，只是讲你若是叫家己叫，唔敢吧？啊，对啦，你若譬如讲你家己叫家己六月天，还是六日天的，五日天的时阵，啊，人会安那想？有影。好啊，当然这你会当家己解说。我就挑我这个我有这去登记，我有去注册啊，我有去申请啊，拢合法的。当然这当然嘛合法。啊，但是今仔日历史学者，也是讲注重台湾史的人，想要问的问题，应该唔是合法的问题啦。历史观应该是讲，你做人是毋是有小可无？想甲无够妥当，是吼，那会去用到人的这个，大家拢已经真熟，嘛有一寡既有的概念，的一寡代志，一寡符号，啊，就参像咱迄当阵，咱的台湾的这个文化协会也好，台湾民众党禁止歌戏也好，还是讲反对迷信的这款的活动，真拄好。咱歌市长今仔日的演讲内底，嘛有讲到即趴。伊讲，伊伫个即个去即个下港，还是讲去中部去即个马祖的出巡的时阵，伊有啥物有一寡了解，有一寡啥的时阵，啊，你讲蒋渭水，一方面你讲的蒋渭水上现代性上强，上反对迷信的一个台湾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啊，今仔日顶到咱是已经是2019年，迄当阵的1927年。甲即马2019年，结果咱伫个现代性顶头，煞是倒退路的。哦，你是顶倒，你甲至少你甲蒋医师伫个这方面是完全是对立的两个价值伫个遐。啊，但是对歌市长来讲，伊要讲这也毋是，这嘛毋是算做价值。啊，当然伊强调啦，改变政治文化。吼，伊是强调这个嘛，这种改变这个政治文化。若是要改变政治文化，你都要好好说明讲，啊，你到底你家己的政治文化是啥？你的文化家己的金格、心内的价值到底是啥？是，朱修兄，短短回应。但是我要进入后一趴，就是讲小党的这个部分啦，因为讲这个伊头拄啊，这个演讲稿内底嘛有讲到这个就是小党啊，拢是做这个侧翼部分，无这个主流的这个中心价值。等下要请这个玉芬，你先1分钟回应。陈老师讲的我完全同意，对，做一个政治工作者，吼，啊，你讲民众党的时候，可能爱对有了解，啊，但是议员讲的我无啥同意。那照议员的标准，吼，咱党民进党旧年袂使灭香哦。迄个公庙，我讲上公道啦，吼，我感觉咱做的毋是不对，
但是咱太去强庙感觉香袂使互赢香的，对不？那照你的标准，这安尼那对，这头一点。第二点，你讲，这不是我的标准，这是酒味水的标准。不是我讲我同意嘛，但是你咧一直甲我讲啊，你香你歌戏你要搬唔搬？唔是嘛？同款的标准来摕咧同款的迄个天平命令。过来，你讲的因果的关系，坦白讲吼，这也无啥物唔对，另外安尼嘛无啥物唔对啦。每一个人吼，拢期待对家己的目睭内吼，看到家己介意的歌本店，啊是规矩讨厌全无爱看。几落种啊，但是做一个政治工作者，会较要互批评，这也正当啦。我是感觉是袂啥会要紧啦。但是你咧讲科学，要讲因果的关系，我就比这就好啊。啊，这敢有科学？这政党要成立。啊，即落记者去问，啊，连迄个电话人因兜厝内电话几号，啊，条码，啊，内底内部因那共摕，这敢有科学？你讲内政部这个？内政部这敢有科学？这一点仔都无科学嘛？啊，嘛好你家在总统甲部长有出来公布啦，啊，迄度伊若该安怎创，咱就安怎承认嘛？无人去解释讲无啊，这个记者去讨啊，所以阮就互伊，袂啊，你是这个记者嘛可怜啊，对无？我意思是讲，伊的合理性，人老师咧讲，这咱听有啊。咱可能爱是啦，这嘛是这个战术上的这个问题啦，就是讲你的这个定数照这个无，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战术。对啊，所以我讲真简单来讲，爱请所有政治工作讲大家听有的物件，做大家希望做的代志，是，吼啊无较高深的学问啦，吼无较高深学问，但是我是要尊重讲老师讲的这完全对，完全对，就是讲历史上咱爱安怎谦虚去面对，就敢若老师讲的，我坦白讲，因为敢一个医生尔。这对我来讲是真大的震撼，这我感觉咱爱谦虚去面对啦。是啦，谢谢。要搁讲倒来，就是讲郭文德这回主动哦，伊头拄有讲到这个演讲稿内底，伊讲这个小党拢是侧翼党，啊，这个郭文德台湾民众党首先冲击到就是时代力量，因为这个郭文德的支持者甲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支持者，这个高度重叠啊，真这个小台的部分哦，有人讲是7成至9成，你安怎看？当然都是过去伫台湾就2大党，唔是哪个都是你啊。即马吼，其实过去时代力量真正就是接收了非常多，可能不那么喜欢民进党嘛，无那么遐尼介意国民党的人，所以吼，为什么大家拢咧讲瓜市长吼，伊即马成立这个台湾民众党，对时代力量有冲击，真正是有冲击。啊，毋过即马大家拢讲新政治吼，即马都咧看，到底过去瓜市长伊过去讲要互台北人一个更较好的台北，是毋是真诶有做会到？即马吼，时代力量今仔日吼有即个甲大家四个问题吼，问即个台湾民众党啦。头一个问题吼是郭市长伊进前拢咧讲，台湾的少年人，有关是台北的少年人，面对上界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无钱会当买厝，住一个更较好的所在。啊，过去呢，这个公宅其实过去郭市长喊过这个5万户的公宅，这个数字一再下修。我知影。这个政策出来了后，会去研究，啊，感觉有一点仔困难，会改变，这一定是必然的。所有政治工作者，我相信大家都要面对这个现实。毋过今嘛柯文哲市长郭市长吼，一面对这个提问吼，他是说台北空屋很多，台北吼台北市康迪咧遐的厝啦就侪。毋过我感觉这个回应吼，其实不是很好。为什么安尼讲？啊，进前伫2014年郭市长出来算的时阵，台北市的空屋就已经就这啊，都伫遐啦，都伫遐的啦，不能用说有空屋，所以我们要降低这个公宅的这个公宅的数量。我觉得这样子的回应其实真的不是很好。这也是郭市长伫咧连任之后第2任。在回应的，那再来第2个问题吼，第2个问题吼，都是 weekend 的问题吼 ，weekend 的问题，跳 weekend 吼，这个透明公开是郭市长进前一直咧讲的，我嘛非常赞成。政治人物做公共事务本来都是要透明公开，这是对的。啊，毋过其实台北市政府过去有没有这个违建问题吗？有啊。就如同大安文山区上界有名的
拢拆袂了的这个叶公馆。叶公馆伫咧咱台北市议会吼，嘛是阮同党的时代力量的去的林颖梦议员，伊都去问。那为什么这个大安文山区的叶公馆一直拆不掉嘞？有一个人去讲啦，迄个人都是钟小平，都是这个台湾民众党吼。伊毋是，伊无伫113个内底，伊毋是，就敢若我嘛毋是共款。不过这我就是要问啦，伊就是咧一直咧讲啦，一直咧讲。但是伊讲这个记者会头顶，记者会楼顶两个人，市府的资源内底，一边是钟小平，一边是徐立新。我想要搁请教于修哥，这个画面。真侪网友拢讲，很违和呢。这侪少年人嘛，对啦，这议员讲的对，就是讲我先迄个会，迄天伫即个市府即，当然议员来嘛，吼市长有请来讲你坐迄边啊嘛，吼伊本来要徛起爱啥物会，吼但是这是安尼，甲既然画面出来，咱都接受批评嘛，吼那感觉无啥好，就有机会咱要安怎调，因为未来人选毋是讲坐就有啦，咱若坐就有，这头一个。第二个吼，议员咧讲的迄个。违建的部分吼，当然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咱制度性的物件有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毋知了解无？咱依照国家的法令吼，咱是一边共拆违建，一边共收房屋税。迄应该是要罚款才对，那用房屋税。这就是市长讲要改的所在。要真侪人住袂到，伊嘛袂变，讲你逐年甲我扣税，你即摆要甲我拆违建，吼这问题就来啊嘛吼。咱有法度是你讲，其实坦白讲违建应该是罚款。或甲你唔敢迄个才对，毋是讲逐年甲你扣税，甲大的事实甲你违规的事实分开吼。这当然毋是讲台北市啦，这可能恐惊爱想一下，就是讲安怎做较好。但议员讲到迄对，就是讲迄个主题的部分，当然是一直受理，一直咧整理嘛，吼。议会嘛有真侪指教啦，吼。当然古早嘛有议会感觉讲主题爱去，但毋好去喺我即区，你毋好去喺对面，我就害，我去喺倒位。吼但是毋是，这毋是议员，议员人因我要替迄个时代力量讲一句，就是讲，过来议员其实伫议会其实真认真啦，嘛方方面面，甲市府监督也好啦，甲市府讲你爱安怎较做了较好，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违建，当然咱嘛期待拢甲公布嘛，公布就无这个代志啊嘛，这其实嘛甲配合议员啦，因为其实伊较勇敢。伊若违建拢莫处理，伊坦白讲伊较勇敢。无其实真侪议员其实面对压力其实真歹，但是毋是讲议员毋对，迄个问题就是我头拄仔讲的，是安怎你违建要甲扣税，违建会当扣税呢？是啦，这嘛是规个这个可能爱规个政府爱处理的问题。其实吼，我同意啦，我同意。即马若是台北市政府吼，伊即马面对这个问题，伊有伊的理由，伊有伊的正当性。我觉得吼，其实就直接跟我们议员说，我们都可以理解。不过我继续啦，我继续，因为第三题吼，其实也是我进警吼地询有质询过的，都是为什么呢？到底这个大家知影？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的迄个都市审议委员会、都审会委员吼，伫6月底的时阵有去重新遴选。这个重新遴选的代志是为虾米有问题咧？因为大家拢知影，即马吼台北市的大巨蛋，即马都是咧卡在这个都发局都市审议委员会、都委会，搁咧卡在那里。为虾米为什么一直卡在那里？因为过去这个逃生模拟吼一直没有过，这个。都委会每次都说这个远雄应该要改，远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改。我相信这个都有凭有据，都有这个过去开会资料。台北市政府这方面做到没败，透明公开，其实都有影片哈。那这个问题是金马新任的委员哈，没有这个模拟防灾模拟的专业。有影，这个市长的这个有答案也好啦，还是讲这个较早过去这中国 AB 讲稿也好，其实对着这个中国的这立场两方。一家亲哦，这部分咱其实爱好好来检验。对着伊要讲蒋渭水这个 icon 来挪用啦吼，其实对着这个蒋渭水来讲，伊较早是对抗中国、对抗日本的呢。最后，咱教授甲咱底底。蒋渭水其实伊是吼，对于所有不义的代志，伊拢直接反应。因为杜聪明，伊这杜聪明迄阵伊减伊一期嘛，减杜聪明一期，迄阵伊就写讲。伊迄阵哦，蒋渭水因为伫迄个遐有一个日本的土水师傅咧做土水，结果有一个人甲打过，同学打过，迄个讲
土人你无注意，伊马上去甲拍。是。啊，结果去互禁足两礼拜啦。哦。啊，当然校长甲伊骂骂，但是你讲校长甲伊骂骂是因为柯文哲市长讲要改变台湾的文化嘛。但是讲今仔日咱台湾的文化是安怎变做安尼？是。吼，因为你战后你迄个时代有足侪人，因大家迄个态度方向拢是有一个品质。迄个时代真计较足济，是无像讲咱即阵是安怎，人变做大家为着私利，为着个人的利益，为着遮安尼你找就找一寡找牌。迄个时代你爱